4佛所數429節咁樣講到，從一個口裡冇出要廢位，但係用一個口法裡的講出嘅話，係富人行，本人精神，本人力量，因為到上帝合意，為了咩呢？為了基督啥要苦衷啥，要跌難啥，要不實啥，要煩惱啥。透過一口話裡出嘅安慰，佢得到上帝嘅恩典。才讓人一個經節高吧，去加入責任，在上帝裡面，上帝嘅安那唔好要廢位，廢嘅話，唔好嘅話，從一個口裡出。4佛所數431節咁樣講到，兩種糊塗嘅心，你讀惡人嘅心、賴人嘅心，係拗核，係병核。做壞事情，병核上帝交代。那上帝交把自家心中裡，自家也唔好병要糊塗嘅心，唔好병要唔感人嘅心，也唔好병要賴人嘅心，欺負人嘅心。嘅上帝唔合意喺你心中度嚟要，兩種自家係脱核係병核，傳道要咪要隻愛嘅心，要隻忍耐嘅心，要忍良人嘅心，呢就係上帝合意嘅。祝福。隆重聽呢個禱嘅，阿門。